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昨下，中共20大关咱什地带？讲到台湾你我就地带。讲两个，就讲咱要爱心灵的契合，但是坚决反对外国势力来干涉。佮讲到中国要徛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强到100年共产党有交代。习近平下一个5年，咱真正爱详细来研究、探讨来破解。首先，咱来了解到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在线顶是咱来自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社会及政治科学系计划副教授冯崇义冯教授。冯教授你好，多谢邀请。是。各位人大家好。您好，您好。那么接着呢，第二位就是咱在现场的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的研究员连正义任教授。大家平安。那么第三位呢是咱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的副教授吴建中吴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是咱政治评论员何文琪。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来看这20大的这个开幕，讲到大家呢，就斟酌听、斟酌看，而且呢，这个在人民大会堂顶头，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来发表了政治报告，伊强调中国维护这个国家主权甲领土的完全甲完整，坚持反对台独，这也不意外。但是还佫有外部势力的干涉，台湾的势力，嘛讲哦，会尽力上大来拍拼，争取到和平统一。但是绝对无要放弃武力来统一台湾。中共党代表甲特别邀请代表2340人全体站起来，随着迎宾进行曲拍谱欢迎总书记习近平甲20代主席团常委进入20代开幕式。习近平代表第19届中央委员会进行报告，回顾过去50年的两岸关系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共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案，促进两岸交流，坚决反对台独甲外部势力涉台的严重假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报告后段，习近平阁提出祖国统一大业，伊讲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家己的代志，爱由中国人来决定。中共绝对无答应放弃使用武力。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虽然习近平口头无讲起一个中国原则甲九二共识，完整版报告是因为20代有过离地，避无了加长港召开第20届一中全会，佮选出新的总书记一般有了，习近平将会续任，展开伊第3个5任任期。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画面当中啊，其实3位啊，甲咱的方教授吼，昨下伊讲了差不多2点钟。其实算来是，咱一般人感觉哦，那讲遮长。其实伊算来是讲倒啊，吼顶一摆伊讲才3点钟，但是讲到台湾吼，一般人可能看袂出来。伊讲吼，针对外部势力来干涉，遐极少数吼，台独分裂的分子以及分裂活动。但是，佮讲到中国人是家己的代志，爱中国人家己来解决，哦，坚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的战绩。讲到这到底是软还是硬？咱首先呢，我们要邀请在线上的冯教授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昨天习近平在这一番讲话里头，对台湾的说法跟做法，您的分析是加强了、强硬了，还是维持一定的态度？您的分析呢？
我不在乎他讲强硬还是不强硬，我最在乎的是他把话讲反了。这个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合法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靠外国势力的支持，就是苏联的支持底下，去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那么现在对于中华民国在台湾而言，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要去武力侵犯台湾，他是真正的外国力量，他在不断的去干涉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还要去用武力侵犯台湾，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是冯教授，您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哈，但是我想问的是，那么他的下一步对台湾，他有什么样可能的实质的动作吗？还是您从这目前来看，以20大的进展，他还要在明年的两会才会成为真正有变为政策，或者是有下一步的行动？您的判断？这个人很危险，因为他已经当了10年2届，按照中共自己的规矩，他就应该到站下车。特别是他在这10年以来没有任何业绩，他现在全国和全党很多人要逼他下台，那么他是现在要连任，他没有10顺之功，所以他现在很可能就想把打台湾或者统一中国作为他连任的借口，还有增加他这个权力的理由。即使大家都认为中共现在没有力量去拿下台湾，特别是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显示出来，打高科技战争，俄国打不过北约支持的乌克兰，那中共它比俄国还要落后，它更加打不过由美国和国际社会支持的台湾。但是这个人他会丧心病狂，即使打不下，他也有可能打。所以冯教授，您认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性的人，也不是一个理性的政权。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现场的其他3位来宾，他们怎么样来解析这一场谈话跟习近平他在日后的一个作为。您稍待一下，我们来请教这个林老师哈。班教授是认为这个习近平习近平实在是无理性但讲出了伊敢会这大胆主意安尼，要来进攻台湾作为唯一的这个成绩。伊当然有这种愿望不过这个条件有足济部分唔惊这中国的问题，个台湾甚至已经行到这个地步啦所以应该安尼讲就是讲即摆抑个唔是讲要用武力来解决这个中国这个台湾的问题啦还不到这个时候。抑个还未到，但是伊有足济的条件足济的条件就是讲咱看过过去因为这个 Pelosi 来到台湾所以中国这习近平来以台湾的四周围来发射这个飞弹对咱台湾有相当的威胁到即摆为止，抑个保持这军事的压力但是咱看见这个20大习近平伊的讲法啦就是讲抑个唔是讲解决这个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时候所以有一寡软调有这个强的所在所以老师的解读是佫无到迄个时间。是。冯教授你也听这林老师的解读是说还不到那个时间我来请教第2位吴教授，你家己的看法呢？我的看法即个习近平的讲法内底上重要，伊就讲中共要有主导权，伊要做发球手，伊要接球的，所以伊要接球的，接啥物球嘞？
伊即个讲反分裂、反台独，抑个上重要就是反介入，伊反对外国人来介入。伊无希望外国人来介入，这是伊的原则的问题。但是上重要讲，伊的原则问题，世界敢我都接受，美国我都接受这个部分。咱看到这必须要讲嘅头一个部分。第二种的部分里内底，伊嘛有讲哦，这新时代党要解决台湾的这总体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内底，伊就是甲过去伊的这个方法内底拢记出来。记出来了后，咱嘛知影一件代志。其实咱伫2019年的时阵，伊就捌讲过武力要解放台湾这个代志。搁较早一寡19大的时阵，伊嘛捌讲过，伊嘛讲过。所以伊讲伊个无放弃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即届吼，伊的语言内底特别强调，绝对无放弃，绝对。吼，咱看到这种绝对的这种讲法内底，伊是要坚持伊的信心。但是咱嘛看到，伊除了讲武力以外，伊嘛讲啊，伊要用上大迄款诚意吼，来争取台湾的这款民心。这过去伊拢讲过，啊，所以咱看到讲，这嘛是一种心理作战的这款做法，就是讲全世界拢已经挺台湾的时阵，伊就要说，伊甲这外部遐支持吼，伊要反介入的时候，爱甲因放掉，爱甲因伊个心态吼，才支持台湾的这款心，会当豆豆较放较开咧。啊无吼，全世界拢掠准在看台湾、看台海情势的时阵，伊就对台湾较歹落手。啊，所以咱看到讲，伊做两手的准备，武力也袂，啊，这对台湾较软的这个部分，伊过去讲融合发展内底伊用买，但即马搁爱心灵契合啊！啊，心灵契合，咱大家拢知影，咱台湾人哪有可能甲中国人心灵契合？咱台湾人是甲日本人有心灵契合这个部分，但是你讲要甲中国人，规工为飞行机在你边仔飞，伫你边仔演习的时候，你要安怎心灵契合？我是个感觉这是在做一个中国梦的。所以老师，你基本上你的结论就是讲，伊嘛是也未到武力来动手的时阵。伊是安怎无法度到武力要动手的时阵，头一个伊的报告内底讲，伊要建军100年，吼，建军100年是当时2027年。啊，还有一个反介入的部分，外口还有一个美国，还有一个英国，还有日本，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伊哪有法度伫即个时阵落定这决心这部分？但是上重要就是讲，台湾并无去打着伊的红线。什么叫打着伊的红线？伊感觉台独分子吼是少部分的这个人，伊要争取全台湾这大部分的这人心，所以咱看到伊的态度有小可往后来退，啊，想要去放松咱台湾对伊的迄种特色诶，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伊还未准备好。好，我来请教吼文琪，你家己认为咧，这个习近平哦，伊在昨仔这个讲话是软，还是硬，还是较共款？比如一如这个林老师甲吴老师所讲的，伊其实伊的底线还未亮出来，啊，2027年才会来出来。应该安尼讲啦，我的感觉是讲，伊是正常的演出啦。其实坦白讲，你讲伊即马伊的国力来讲，伊也未到动手的时间，所以徛伫伊咱讲《孙子兵法》哦，就是上兵伐谋这个顺序来讲的话，伊也未到迄个程度。但是你会使看，你会使感觉伊的程度，就是讲伊伫咧崛起的过程中，为啥美国会遮尔啊紧张？这是咱是感受到的。所以讲，你若徛伫，你是习近平，我常常咧讲。政治有当足复杂的，但是有当政治足简单的。你若是伊，你会安怎做？其实坦白讲，你会像伊安尼做。我足无愿意讲吼，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但是事实上，时间甲这个时跟势，确实是徛伫中国大陆这边。所以对伊来讲，伊慢慢啊来。吼，但是对伊来讲，伊要安怎讲，甲伊的中国故事。讲好，伊的中国番啊摕出来。我若讲伫遮讲的话，我感觉联合报一个黄年的这个资深媒体人，伊写的方向，基本上我感觉会使值得因去参考。为什么习近平伊今日伊讲所有的讲法，我甲大家报告。伊讲对台湾的这独立啊、台独，伊绝对袂放手。我甲大家报告。其实这是老生常谈，因为对16大以来，其实伊就安尼讲，伊即届的讲法是安怎？准备爱经受这风高浪急，甚至爱伫迄个关键的时刻，爱有迄个惊涛骇浪的一个重大冲击。对伊来讲，伊是咧准备，但是对台湾来讲，我感觉讲一句较粗鲁的啦。伊安怎讲？有你伊讲要来台北，伊要开一个胜利大游行。我定定讲阿扁也讲的，有梦上水嘛，希望相随，迄是伊的梦，伊的想法。但重点就咱像咱张雨生讲带我去月球，迄是伊的想法。重点是咱台湾人
到底是安怎做？咱大家国内有法度强无？咱的所谓的各族群，大家有法度团结无？所以你讲较济，上尾佫是咱台湾人哎，等下咱家己，即咱下一趴咱就来讲。但是文琪你头讲，即马即个时甲势，拢伫习近平的手头，是中国迄边。对台湾来讲，拢无时，啊，毋是时嘛，无即个势吗？那是以我的立场来讲啦，吼，我讲咱也莫家己骗家己的话啦，吼，我定定咧讲，进前民进党的政府讲，哇，其实阿六啊嘛足需要咱的，我讲好啊，你讲了真好啊，安尼你甲抵制啊，为啥你克法你当初讲是糖衣毒药啊，查某找无啊，囡仔找无，啥物找无工，无要紧，你就出手嘛。但是伊为啥无爱出手？因为你就知影讲，甲今年的7月8月，咱对伊迄边摕到的迄个进出口的贸易，迄个一定是700-800亿的美金。我是讲有当时咱喙吼足硬斗的，哦，讲啊足青遐的，啊其实真正要叫你摕出来是，你裤底破规空啊，其实你是需要伊，但是无要紧。你安怎甲咱台湾真正优势？对我来讲，台湾上大的武器就是咱真正自由甲民主。但你若是无甲即个方向发展对接讲的话，当然徛伫伊的立场。伊时间为啥连福山伊即马拢改口啊？较早拢讲历史的终结吼，资本主义为啥福山会改口？所以我头下讲为啥伊讲即马爱甲中国故事、甲中国的方案爱提出来。咱若是讲真正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代志，其实伊这个口头报告，简单来讲是一个摘要。伫伊的书面报告大概有一个特别所在，我甲大家报告，伊的口头吧无出现的，即届无口头，无出现是一个中国，甲9·2共识，连迄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拢无伫伊的报告迄个白纸黑字的哦。所以你讲，我讲伊的团队坦白讲，伊有咧动头脑，伊有咧想我要安怎说服台湾人民，甚至他吴老师讲的迄个心灵契合，伊嘛咧想办法。但是我讲，所以我讲重点佫转来，就是讲。今仔电话伊安怎做是一回事，咱台湾人，你买的武器，我就定下来讲，我之前讲过啊，你买的拢是巨型的武器，拢是贵时的武器，6000亿。到尾你买787、迄个747的飞机，伊进前几年前，个美国讲是迄个飞机机体是有危险的，你照买，连俄罗斯独立报拢讲啊，你买的武器拢是袂使。我讲台湾人，咱会拢袂想看来讲，咱来真正要行上讲保护咱台湾人。咱是毋是讲一方面爱备战，这一定爱做，因为咱家己中华民国1912年，但是你除了备战以外，你有虾米其他的方式？讲真正要就是讲能够不要犯了战争的这，你头脑爱动嘛？电话是2手策略，一手硬一手软，伊也在打着左转向右转，打着左转灯向右转。你台湾人爱学较巧的嘛？文琪，你的意思是讲，咱爱学巧，咱打左转的时候，那个可以向右转。正题就是安尼。这个我要请教线上的这个冯教授哈，冯老师，您刚刚也听到哈，我大概给您转述一下哈。那在座这个胡先生啊，他说，其实他这一次呢，整个局势里头，时跟势都掌握在习近平的手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其实是有点被动。台湾应该采取更主动的方式。那冯教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局势，尤其这个习近平又说，哎，要严防外国势力的介入。我们如何在这个夹缝当中呢？台湾在跟所谓的外国势力应该要怎么样来沟通，怎么样来联盟？冯教授。我首先讲这个习近平。他本身对中国和世界的判断是一派火人，这个时和势都不在中共政权一边，全世界的共产政权，现在中国、古巴、北朝鲜、越南，很巴做老挝，他们是肉腹西山，气息奄奄。他现在因为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在前面的30到40年，放弃了警惕，去把资本、技术、人才、市场都提供给中共，把它喂大了。然后他现在就是应该讲是养虎为患，他凭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实力，要来去改变国际秩序，要来去把台湾拿下来。但是，一旦现在这个局势转变了，整个
民主世界不再给他输血，他的整个经济直线的下滑。中国这个整个社会，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包括精英阶层和一般的民众，所以他现在是非常危险的岌岌可危。所以他现在要去吓唬台湾或者吓唬世界，它是一种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他这个时和势都不在他那一边，所以他现在要真正打台湾，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他是铤而走险来做政治冒险和军事冒险。所以，冯教授，您认为他有可能铤而走险吗？完全有可能。如果台湾没有做充分的备战，如果说美国、日本和国际社会都说出来，我不管你，你想怎么样？因为这个他就会铤而走险，所以台湾一定要跟所有的民主这个国家结成最紧密的联盟，而且自己要依靠自己力量，要全面的备战。只有备战才能够避免战争，才能够遏制这样的战争狂人做军事冒险。是冯教授，我们外插一题哈。那么几天以前，我相信您也看到，在四通桥啊，那么有这个出现了反袭的布条。那么其实呢，在之前呢，在很多尤其是能够翻墙出来的这个中国的油管人士啊，都在不断的预期啦，说这个习近平已经被政变啦，说里面呢情势已经大乱了。那么这一位呢，他也马上就被抓走了。到底在目前您所知道的，您还能够再沟通在中国国内的人士，他们到底对于习近平的这20大的讲话，他们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或者觉得说啊，大势已去，跟原先期待的不太一样？冯教授。你们在外面，你如果看到中国的媒体，从媒体上去看中国，那是完全一个假象。这个媒体上传出来的所有信息，都是被过滤过的、被染色过的信息，全是假信息。所以中国真正的民心不在共产党一边，就是现在中国的其实很多官员也是叫躺平、懒政，也并不支持要搞集权复辟的习近平。只是他现在掌握了军队，掌握了警察，去维稳，死死的把这个社会压住而已。你现在举这个例子，这个彭载舟，他在北京这个四通桥上挂出这个红匾来，他是冰山一角。其实他的除了挂这个红匾之外，他巡发了一个小册子，就是那个电子版的小册子，就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一个通告。那个通告里头有告全国同胞的一封信，有如何全国人都要动员起来，进行这个抵抗、进行行动的纲领、方案和这个训政的具体的路径，他做很多很多的论证。而且我要告诉你，我这几天联系全国的朋友，包括在政府里面很高位的人，所有人，我联系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彭载舟的事件。他们在国内用微信群，底下有各种方式，都在互相支持，而且他们都完全支持彭载舟的这个做法和理念。所以这个是中国人反对共产党的这个力量是在隐蔽之中，但是是非常强大的，只不过是被压住而已，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是，彭教授，包括前面讲的政变，其实是体现这种人心。是，彭教授，我待会请您准备一下，您来告诉我们哈。
我待会会先问3位现场的来宾，请您待会儿来告诉我们，习近平是如何在这10年之内一步的维持住他政权的稳定，能够一把抓住这个党政军3个大权。您稍后一会儿，我在现场要来请到哈林教授哈，习近平到底这10年之间，咱来看伊的数字哈，其实这10年之间，中国的 GDP 哦有增长哦，啊国力咱实在讲。嘛是吼变做真强吼，啊，甲美国会当比拼吼，那这是10年，但是有的人是讲，伊好运啦，啊，进前哦，这黄金桃啦，哦，甲创甲铺路啦，这问题甲解除啦，啊，拄到这个运，敢是安尼？应该有这种道理啦，吼，咱知影是2010年吼，这个中国超过日本，变做全世界这个 GDP 第2大吼。啊，当然讲吼，为这个差不多过去这10档啊，吼，啊，咱莫讲过去这3档，因过去这3档有这个疫情的关系，吼，所以会在咧讲讲，这个习近平有一个足好的基础，这个基础互中国会当强起来，吼，啊，有那互中国补起来，会当伊这。国际社会啊，哦，咱看见这习近平有足这个对外交的看法，吼，啊，伊即届20大的报告内底都有讲到，吼，一寡比如讲全球发展的一寡建议啊，吼，倡议嘿，啊，但是咱去看起来讲，过去这10档，中国的政府确实有影，不管是国内的建设，吼，啊，高铁，吼，啊，个其他有足侪部分。慢慢，甲这个美国来接近。咱讲这个美国啊，咱讲伊的国力啊，吼是100%吼。咱会当看见这中国差不多是今嘛目前美国的差不多65到70啊，吼。咱讲有来接近，吼啊，这个确实有影有较危险嘛，吼。啊，但是就是讲咱未来这10档都拄着，就是讲台湾。的条件，原来是美国加中国的条件，所以美国伊即届内底，原来慢慢哦，有即个川普4当做总统，哦，啊，即马即个拜登有足大的改变，所以习近平伊过去这3当，伊有拄着足个困难，哦，所以较无好食清啦。对，伊所做的代志。其他的国家来注意，吼，就是讲咱以这台湾来讲啊，吼，就是讲超过差不多有40个国家所坚持，就是讲这个台湾甲中国，这中国爱用和平的方式，吼，啊，其他国家爱特别来注意这个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吼，这甲过去都无共款，但是即马这个拜登政府已经有这种国际。联合的统一战线了哈，所以咱看到就讲，这个习近平伊即届20大的报告内底，伊有特别提出一寡这个甲这个安全全球安全的一寡倡议啊，啊，就是讲慢慢将这个安全的问题，伊放伊这个伊的报告内底，啊，就是伊也要来讲这件代志。对，有史以来第一届是安尼，吼，较早拢无讲到这完全的安全的问题，甲讲到军队啊，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外交。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伊也要来讲这个国际安全，伊也要来甲这个共款的议题，要甲美国来相赌。确实有影，但是咱会当看起来讲，会当分做2个。阵营吼，这个中国虽然讲这投票来讲啊，联合国投票啊，伊可能也有法度有较济的国家来支持伊，但是并唔是徛于这个道义还是义理这边啦，因为这个多数无一定是是对的，多数无一定是正义。是，这是林老师的看。那吴老师呢？你感受呢？这习近平吼，我看为这写吼，伊讲12个强国，讲啥呢？制造的强国、品质的强国、航太的强国、交通的强国、网络的强国、数位的强国、农业的强国、贸易的强国、教育的强国、科技的强国、人才的强国，12个强国，这强啊！
哦，啊要扶起来，要徛起来。习近平到底是安怎一步一步在这10年当中啊，落到这个权，啊，佮找到这个势安尼，通好起。是，咱会当看到是讲习近平起嚟了后，伊上台了后，其实伊拄到一个势，啥物势咧？其实伫2002、03的时阵，中国加入迄个 WTO 内底。啊，上重要是2008年的时阵，中国办理迄个北京奥运。所以全世界拢看到中国敢若是一个足古锥的一个国家，较现代化去，较现代化去啊！但大家想要要安尼甲牵成，就是希望伊会当加入和平演变，会当袂使讲和平演变，希望这个国家会当为这款较独裁，会当基于去民主的这个对，啊，较袂讲啥和平演变。但是阮看到讲2008年拄着一件啥物代志，全世界亚洲金融风暴，啊，怎经济开始乱，中国开始起嚟。所以咱看到有一个这个交叉的这个部分，但上重要就是伊起嚟了后，伊感觉吼，伫过去内底中国是安怎互看袂起，啊，咱有讲徛起来、富起来，啊，甲强起来。强起来。啊，徛起来伊的意思是讲过去就是无发展，啊，现在无发展就是去世界各国按甲打压，所以伊也变了较强的一寡。啊，过去毛泽东甲邓小平的时代的时阵，伊咧做的就讲啊，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了后，伊看到中国有足侪浪费的，伊看到足侪腐败的，所以伊感觉讲共产党是安怎会当遮尔久无徛起来的原因，就是讲伊的党内吼有足侪人腐化，所以伊要甲遮个腐化的人掠起来。但是掠起来，伊用即个方法吼去做一个斗争，甲伊的迄款政敌吼，甲伊的敌人，先抓掠起来，即种甲护起来。所以你看到伊的军中吼，伊掠军老虎吼，遐啥物副主席啊，啥物，遐掠7、80个。所以你甲看到伊用一个足正当的方式，就是讲反腐败，要甲这党内然后甲国家内底。所以咱初啊，咱一般的民众看到讲啊，这个反腐败哦，啊唔通凊彩请人客啦，其实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冰山的一角，像咱安尼讲呢，其实咱看到过去中国迄好业起来，这个过程内底有足侪浪费，有足侪贪污。但是对伊来讲，伊这来贪污收起来，这是。对共产党来讲是一个好处，尤其吼，咱看到变做有正当性。对习近平来讲，伊是红二代，伊过去伊的爸爸，伊是拍下这个江山的。过去的不管是开国元勋呐，对啊，伊开国元勋内底，伊去掠遮，过去的这个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会较偌腐败，伊感觉讲，我是红二代，啊，你这做工啊人吼，来这讲共产党来拍工的，结果你竟然搞这侪浪费，所以我要甲恁掠起来。啊，掠起来时阵，咱看到是讲，因为因的贫富差距是足大，所以得足侪人的支持。但是伊背后伊的想法是要起来，这权力往伊的身躯来。所以连带伊的脱贫的政策嘛有这种意涵。嘛有这种意涵伫这个内底，所以你来看，伊做主席抑阁无够，伊阁兼足侪小组长。伊想要减少21个小组长呢，一个加收起来。哦，做一个总统啊，你才熬着做21个小组长。吼，你啊看看，伊的金甲头派遮侪小组长，伊就一个权甲你收过来。所以甲你收过来的时阵，伊就用迄个反腐败这个部分，你去甲你斗争，斗争了后，你就变做伊的权力愈来愈集中。咱看即中内底7个常委吼，照你来讲，原本邓小平咧设计的时阵是希望这7个吼，大家平起平坐。但是习近平去了后，伊怎甲其他迄6个讲，你爱甲我报告，吼，你伫年底的时阵，你爱甲我述职，你爱甲我报告就对啊。啊，照你来讲，大家应该是平起平坐的这个部分，结果全部人爱去向伊报告的时阵，伊这个总书记的这个部分，就变做伊权力拢落伫家己手头。啊，你若小可，咱嘛知影，伊上台了后，其实常委甲常委内底若要见面吼。伊嘛惊，恁两个敢会斗做伙？你爱透过书记处来做一款联络，恁两个才会当见面。所以你来看，伊这袂使用赖来通信，袂使用微信来通信，袂使用这个部分。所以伊嘛是足惊。所以咱甲看到就是伊伫真5党的时阵，伊掠足侪迄款腐败的这个部分。啊，军队吼，伊嘛掠足侪啊，掠足啊。但是咱看这5党内底，伊就较少去掠，为虾米？拢掠了。啊，所以掠到万几个呢？你看今年一个足特殊的部分，咱知影要升将军无啥简单，你为少将要升上将的这个部分，竟然有到1年内底连升2级，
这是足无简单的代志。所以你看来讲，伊就用这个方法，赶紧甲补去。啊，一个就用掠家己家遐个无信义的甲掠起来，啊，另外一种的讲，你是毋是我家己人，我分互你。所以你看，伊这春秋内底吼，这甲对台湾嘛是共款，对迄个这伫台湾内底，伊要对你好的，嘛有甲你生活。两手的正气。即我来请教文琪兄吼，你来观察这食药病吼，这10年之间，咱台湾是毋是咧失了时机，还是讲有啥物真好的时机会当切入，啊，甲伊呢来交好，啊，希望伊会当变较开明，毋通变较专制，敢有可能性？尤其国民党的这个角色。我当然当初我会安尼希望啦，但是我感觉这是时也命也啦。就是讲你看习主席伊今仔我个行到这个程度，你睇讲伊派21个小组长，你爱想看卖哦，伊若是比较伊进前的迄个什么毛泽东啦、邓小平甲遮个人，伊是唯一一个无修正的经验的人。对伊来讲啦，伊若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还是讲历史定位来讲的话，伊需要做一件代志。是大家拢无做到的，所以伊的责任，伊会想要讲我后摆的历史定位，所以伊会遮尔啊拍拼。我做到啊，就统一台湾。对，无伊会想安尼啊，你徛伫伊的立场，对伊来讲，好惊人啊。对啊，无，所以讲咱台湾人家爱拍拼嘛吼。啊，过来我就讲，为啥对19届七中全会因这2个确定了，伊就一定变做是，一定就讲确定伊是一个领导核心的时阵，我感觉咱他冯教授讲，咱爱思考一个问题是讲。咱定定讲，哦，中国是咪崩溃论啊？我甲大家讲2个观念，这个观念对李登辉来讲，一定讲真久啊。到底有发生无？好，这一个问题。第2个问题，那是中国真正崩溃，对台湾好还是歹？伊若无崩溃，竟然是安尼哦。伊若崩溃，伊可能爱靠对外作战解决台湾问题，来解决伊内部的矛盾的时阵。所以我讲。中国崩溃到底对台湾好啊歹，大家爱去思考，无一直感觉讲伊来崩溃哦，对台湾好棒棒。过来咱来看咱的，为啥讲伊对即马咱看到伊所谓的这什么新时代吼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我甲大家报告，你免去看什么因的教授一个叫做王英金，这名听也怪怪啦吼，但是伊共有12个重点，我甲大家报告，你看伊的《人民日报》。简单来讲，5个重点，我嘛歪念。简单就是讲和平统一、反独、促融、心灵契合。简单来讲，对伊来是，伊即马啦，我头讲啊，时甲时是徛伫伊这边。伊即马你看伊的通篇的报告，为啥伊讲伊爱对大国环境新型大国外交、中国的特色的什么话个有诶无诶？对伊来讲。伊爱即摆趁着钱，伊只甲美国的，就是他林老师讲的，伊只差不多65%到70%，时间也未够，所以伊咧拍拼。所以我讲台湾即摆爱争取讲这几年，到底你讲若是我迄当时私底下讲过，讲对台湾迄当时若真正要独立，上好的时间是咱的台湾之主，咱的淡水米，但是伊讲说不到做不到就做不到，小妹贪污，过来我就甲你讲是。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过来，咱来看美国哦，咱有美国哦，即马什么台湾法案、政策法案，各位咱小可思考者，我拢袂讲远的越南，嘛袂讲近的阿富汗。你要看较近前的，你讲对布列顿森林会议迄个美元脱钩，当时因为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是讲啥？美国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迄是恁的问题，迄是恁的代志。美国人是安尼讲呢，我讲，所以讲，咱家己爱自立自强，这是一个重点。回过头来看，我讲，所以第一，这20大开的时候，另外一个喉舌的媒体叫做《求是》，伊讲对于来讲啊，习近平主席基本上坚持人民至上，他们要完成的是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对于来讲，伊基本上讲有别于福山西方的那种意识形态那种价值，伊基本上被创造一个讲，我中国。我一个价值，我的决解模式，所以我听来讲，伊嘛无想了想过好啦，就是讲，其实这是大家拍拼，因为当初美国会甲阿中啊做伙，是因为伊当初想要联中制俄，啊无你看美国最近开的所谓的什么民主联盟，伊的很多盟友拢唔是民主国家啊，所以政敌无甲我讲好笑的，讲哇，大家拢是哦徛伫道德啊，哦，大家拢足高尚的，有够赞的，咁真正是安尼，所以讲。你甲看这个问题，讲习近平伊即摆安怎做，无要紧，我徛伫伊的立场。哦，当然啦，我即摆我要完成我的历史任务，我的历史定位，所以我上重要的就是甲国内维稳，我甲周边的环境所有的大国关系稳定了，等我拢准备好啊，钱赚着啊，佫会使投入
他吴老师讲的，迄个建军100年的时间一到，真歹势。迄当时你甲我讲啥？美国就被我拒之在外的时阵，真歹势。你要甲我讲啥？所以这是政治，就是讲求实力原则。没问题，我把你的问题哈，我来请教冯教授哈。冯教授，刚刚呢，我们的这个胡先生有说到哈，要期待中国的从内部来崩溃，啊，然后呢，能得到这个台湾的长治久安这件事情，可能不见得是一个选项。那么您的看法呢？不管台湾人怎么想，是因为他这个政权，他运转到现在，他走下坡路，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因为他本身的所有的这些刚才讲的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他所谓富起来、强起来，这些条件都消失了。以前很多人讲崩溃，讲了几十年没有成功，那是因为那些条件还在，特别是台湾、香港、日本、美国都给他输血，然后中国还有很便宜的劳工，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投资资本的洼地，变成世界工厂。现在是全球的企业都在撤资。现在的这个环境已经破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再不能往上面再去污染了。这房地产面临崩盘，整个国家的这个不管是私人还是国家还是政府，这个债务都是天文数字，已经不可能持续。这个不是说你想也好，你怕也好。他是已经走到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所以冯教授，我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反而用非常不理性的方法，那么来武力攻台？我刚才提过，因为当他国内内政外交一团糟之后，这个独裁统治者他会转移视线。来用这种方式来缓解国内的民愤，缓解国内的危机，他就完全有可能对外去发动战争，然后进行这个自杀性的这种军事冒险。因为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它是集权政府，你跟台湾或者美国完全不一样。你要发动战争，你要走很多程序。共产党这种体制，就是习近平他属于教主或者是黑帮老大量的位置，他有完全有这个权利，他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所以彭教授，所以这就是他的危险所在。彭教授，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过去呢有2只金丝雀，一只呢是香港。现在奄奄一息，那么台湾是另外一只金丝雀。可是呢，我个人的想法是，这只金丝雀最好是别放在矿坑里头，永远都不要在矿坑里头。那么台湾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要放在矿坑里头去当那只金丝雀呢？台湾，刚才我已经强调了，台湾一定要全面的备战。只要台湾强大起来，而且坚持台湾本身的基于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制度得到全世界民主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这样才会使中共政权不敢去武力犯台。这样的话呢，就是不要去牺牲掉台湾，因为一旦开战，中共哪怕打不赢、打不下台湾，但是台湾的人民、台湾的这个整个产业会受到很大的破坏，这是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彭老师，我们想请教哈，现在有很多人，尤其是海外的许多的华人、中国人，都很期待能够出现所谓的开明派，
能够慢慢的取代习近平的角色，或者是甚至推翻他，这有可能吗？完全有可能。中国的开明派一直存在，中国现在觉醒的人既有人权意识和宪政观念的人是越来越多。这话讲起来话很长，但是你简单来讲，这个共产党1949年拿到中国，它是打断了中国宪政转型的基本路径。因为我们中国其实在1912年就已经建立起来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后来是苏联起来了，孙中山还有共产党的早先那些人放弃了向西方学习的路，转去以俄为师，就相继建立了国民党的党国，是威权主义党国，后来又败给了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党国，所以中国大陆就沦陷给这个极权主义政权。但这个政权在毛泽东统治底下30年，属于崩溃边缘。幸好毛泽东还是死了，他没有万寿无疆。1976年，这个毛泽东死完之后，中国也像苏联东欧共产党国家一样，从极权社会转变成后极权社会。这个后极权社会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个人的自主权有了，有家庭经济，有私人经济起来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都恢复回来，公民社会也发展起来，新的法律也制定出来，外资、台资、港资都会引进进来，所以这个社会就因为共产党在后集权底下，他输让一些地盘，让给社会，这个社会里头就有开明力量、民主力量、自由力量生长起来。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有3股强大的宪政主义思潮，一个跟西方一样的自由主义宪政，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叫宪政社会主义，还有喜欢中国传统的人鼓吹儒家宪政主义，大家都想去把中国转成一个宪政国家。可是共产党这一批人，就是这个习近平所代表的红二代，他们不甘心党国的江山失去这个江山，被宪政中国替代它，所以他们就支持习近平上来，进行这个集权复辟。所以习近平这10年，他所做的所有事，一言以蔽之，就是倒行逆施，集权复辟。所以现在我刚才一开始讲，他丧尽人心，得到全世界对他把他视为人类公敌，就是因为他公开的反对普世价值，用所有力量来打断中国和平转向宪政民主制度，就像台湾86、87年海党建开炮建，转向民主制度，切断这个路。所以这个中国人现在跟世界上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都认知习近平是一个独裁的恶棍，所以要让他下台。所以彭教授，您认为中国？彭教授，您认为总的来说，我问您一个是或者不是？您认为中国还是有可能翻转的，是吗？完全有可能，因为这个我讲到，共产党的集权专政，不管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他是无法传给下面红3代或者任何人的。中国的共产党的集权专政，一定是跟红二代一起灭亡，可能是今年，可能是明年，也有可能延续几年，但是它是不可能长久的，也跟蒋经国所讲的一样，世间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是，
好，谢谢彭教授。好，我们反来问哦，现场的3位来宾哦，因为时间也不多，请3位来谈一谈。照彭教授呢，应该叫做乐观的这种看法，中国它会自己翻转，但是我们应该不太可能来期待讲，咱等待中国自己来翻转，啊，咱台湾啊，就等伊咱的变过来就好啊。咱台湾爱如何看待2027年以后可能来出手，甚至头下就彭教授讲的，嘛有可能讲，你2027年进前就开始来动手，台湾除了自强以外，外交手段还是讲咱国际战略安怎来处理？林教授？我是认为讲，台湾本身啦，吼，已经有这种警醒啊，吼，所以咱即马讨论这个兵役的问题，是毋是要延长？吼，讨论台湾是毋是要有较济的国防的预算？吼，这拢是一种的思考啊，吼。不过，咱对中国的发展的了解，吼，这个问题是足重要，吼，这个当做咱政策的一个基础。习近平应该是讲，最近这120当，中国的领袖内底对台湾上了解，哦，因为伊这个福建，伊这个浙江有接触足济的台商，吼，所以恁讲有将近差不多17、18当，有接触的经验，伊应该对台湾有淡薄仔了解啊，吼，所以就是讲咱爱问啊有家己，吼有准备，吼问啊会当有谨慎，这谨慎就是讲会当了解中国的发展，吼知影讲台湾应该会当做到怎么款的程度，无需要以这个口舌逞口舌之快，吼台湾的爱多强，一步一步，吼来建设家己，因为台湾有足济国际的朋友，咱就是看过去这差不多1、2当内底，我头前有讲过，将近40个国家，因拢是支持台湾，都是反对中国对台湾这个霸凌，吼，所以就是讲中国要来用武力来解决这台湾，唔是这样简单。是，好，吴教授，我感觉吼，头一个部分就是讲，咱看到。咱看四通桥顶头有人举迄款白布条，但是咱看到一件代志，2019年的时候，香港有30万人，有100万人，有200万人徛喺街头，中国拢无啥物改变。吼，咱所以咱看到头一个就是讲，中国伫全世界伊要变一个足高水的迄款形象，但是咱看到其实伊是无法度的。为虾米？你譬如讲最近咱看即个新闻内底，人去伊遐抗议尔，去。伫英国的中国大使馆头前，人去甲抗议，结果伊竟然甲这抗议者掠入去伊的大使馆内底，甲推。你看看，这边会当甲咱什么心灵契合这个部分，这是第2个部分。但咱看到讲，时甲势绝对是徛伫台湾身上，绝对毋是徛伫中国身上。为虾米？伫即届伊的报告内底，伊讲着4字：科技兴邦，就是讲伊的即摆伊的人才已经无够啊。美国即摆技术、设备、人才。原料拢总甲地调的时阵，咱过去咱台湾的半导体会当卖互中国，嘛会当卖互逐个国家。但是咱台湾即摆甲美国徛做伙的时阵，伊无遮原料，伊无遮人才，伊无遮设备的时阵，伊要安怎？所以咱看到讲20大内底上重要，伊就开始讲人才足重要，科技兴邦足重要。过去伊拢无讲哦，伊感受到危机感。16大的时阵讲这话，结果即届伊佫摕出来讲的时候，我是感觉即地吼，咱爱对台湾家己有信心。台湾啥重要？台湾伫即个所在内底有全世界需要的一款半导体。系，文琪。简单讲，我讲台湾就是他冯老师甲林老师讲的，就是讲咱爱家己爱强起来嘛。但是咱爱强起来，就是讲民进党的政府，即摆执政党，你爱做对的代志。但是我若讲起来，咱就讲到迄个能源政策就扣格啊。好，我就讲，我刚讲一件就好，我拢卖讲疫苗政策。所以你讲的甲你做，你爱做真正讲，互台湾会使强大，你的经济爱好。你因为咱是一个小型经济体，所以我讲这是咱爱拍拼的方向。第二个，你讲即摆阿强的数据拢无好，拜托。我讲，伊绝对数据无好，但你看全世界，你不管汇率、什么股市、债市，全世界拢咧歹。但是你爱看伊哦，比较咱日本，比较韩国，所以我讲这会使比较。第三个，你讲开明派，我赞成冯老师的讲法，当然有开明派，但你若开明派，你可以伫当初香港反送中的时候，咱即摆思考一下，
咱就要沉淀心灵。当初因来小可退让一步，是不是退一步是向前？其实这有足侪发展的方法，所以伊爱好啊去思考。第一来，咱讲为啥唔是讲阿强讲说了就算？我讲伊去月球迄引导的代志是咱家己安怎做？所以你有发现无？因咧讲的时阵，迄人讲马斯克这句话出来的时阵，为什么第一时间？中共驻美大使秦刚跟国台办伊是无共款的哦，伊是无共款，伊想要想，哎呦，安尼有道理，所以后来他又改口赞成。所以我讲，其实别人安怎做拢无是重点，重点是咱家己。所以你看伊的新时代党解决总体方案，我讲简单一讲，伊是第3个决议，伊讲啊就明的啊。中国的完整统一就是中共的使命，所以咱今嘛爱拍拼是讲。有点回到杨洁篪跟布林肯伊的见面，我们是以实力来跟你讲话，所以咱台湾的经济爱发展起来，民主自由呢真正有法度发展，咱靠有法度真正来对抗中国，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基本上咱嘛还是要对抗。